現年45歲嘅影后張柏芝向來母愛泛濫，早前一拖三子到澳洲陪同大仔謝震軒開學，近日更留喺當地為愛子打點一切。尋日適逢情人節，柏芝喺社交網上載一條短片，原來係已經成年18歲嘅 Lucas 陪佢喺悉尼共度節日。母子二人全程十指緊扣行街 ，Lucas 更為媽媽送上紅玫瑰同埋粉紅色公仔，氹得柏芝十分開心。隨後兩個人到餐廳入邊食晚飯，期間柏芝不時拎起紅玫瑰影相，又嘗試將玫瑰花插喺髮髻上面，可惜唔成功。之後母子兩個人拖手同眾禮物合照，並標示幸福的具象化。最後柏芝挨住 Lucas 嘅膊頭，可見母子互動自然親密。難怪柏芝喺貼文上感性留言話：情人節快樂，陪伴就係最簡單嘅幸福啊！東網嘅觀眾大家好，我係宣萱，咁我喺呢度祝大家新年身體健康，開開心心。我嘅新年願望就係世界和平。